上帝伫即个圣诞节时，阮真欢喜。总是阮知影，伫头一个圣诞节，修理敬调的约瑟甲玛利亚，甲为阮出世的耶稣，因所经过真济真困难，总是你保守因。愿恳求你，互阮通过阮的分享，愿搁一摆知影你的恩典，甲你的气力。互阮会原来会交托你，亲像因交托你一样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条玛利亚，你敢知吼？英语叫做 Mary，Did you know？ 恁中间有人知影这条歌无？拢无人知影这条歌。我大概甲恁讲这条歌的原因。我吼伫西雅图的时候，有一年圣诞节吼。一个礼拜暗，我去听一个教会的迄个 Christmas concert， 因唱即条歌，我听一个足感动的呢。我看这是我毋捌想的代志。我甲恁讲是安怎吼？这是吼一个人叫做 Mark Laurie， 我有写唱伊的迄个名 Mark Laurie， 这个人吼，伊写的一首诗啦吼。玛利亚，你敢知 ？Mary，Did you know？ 这个因就是Mark Laurie 这个人吼，伊出世吼，伊细汉的时足真的啦，足真的，真甲吼，因厝边的人逐个拢看伊讲，这个高囡仔后摆一定无出着的。有人讲吼，这坐袂牢，袂读册。我读着这个是感觉我家己细汉嘛，甲这差不多啦，坐拢袂牢。咱有一个叫过动儿，你知影？迄款诶，伊就是迄款诶啦。伊咧描写吼，伊毋捌停啦。伊讲伊吼有3个国民校5年诶囡仔诶 energy 吼，有10个4岁囡仔诶放弃啦。所以伊逐项都要甲饲啦。为着安尼吼，伊不时出代志。有人讲伊是吼 mini tornado， 迄落龙卷风，伊到诶所在拢灰杂杂。为着安尼吼，因爸母嘛真烦恼，讲即个囝后摆安怎，所以因足严诶，因老爸佫相信，因老爸甲爸母拢真敬虔诶基督徒，伊相信圣经诶话。Mark Laurie 讲吼，伊细汉定定咧互修理啦吼，伊讲因老爸若甲修理了，就拢甲伊讲吼。箴言第22章第15节，讲牛戆甜伴伫囡仔心内，若是教导的管啊，赶伊离开因安尼。所以伊一日到暗，因老爸教导的囡仔就甲推啦吼。伊吼严官府出教材，伊愈来愈歹。毋过因老爸老母真敬虔基督徒，一直带伊去教会。伊吼我感觉即个囡仔是吼真贱真后生，毋过头壳真好。真后转，伊伫好佳哉，伊拢伫教会内底出入，伫教会内底真活动，逐个原来知影讲，即个囡仔吼真晦气，毋过头壳袂歹。伫1984年，伊26岁的时候，因的牧师圣诞节到，因的牧师甲伊讲，叫 Mark Laurie 讲，今年的圣诞的迄个 concert 吼，迄剧吼，互你做，你去写一个剧。伊有法度做啦，伊头壳是真好啦，伊有法度做，牧师叫伊创。伊吼，伊讲，伊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创，忽然间叫我创，我当时要安怎创。伊直咧受圣诞节的故事啦。有一日，伊讲吼，伊甲因老母咧开讲，因老母甲问讲，你写了安怎？伊讲我嘛毋知影要写啥。母仔囝讲话中间，伊毋知影哪去讲着玛利亚在色女。怀孕生囝，咱今日读这个圣经，在色女哪会生囝？因伫遐咧讲这个时，因老母讲，我嘛毋知啦，吼。你若袂吼去问玛利亚就知啦，玛利亚就晓甲你讲。伊吼坐伫遐听着讲问玛利亚就知吼，伊个头壳从随叮当来吼，伊去想着伊要写的迄个圣诞的迄个
物件吼，我毋知伊安写喏。伊从咧吼去圣经诶内底，对耶稣诶生涯拣过来诶物件来吼，伊从咧颠倒头转去问玛利亚，吼，啊，伊写诶就是 Mary 你怎啦？玛利亚你检知？伊拢总讲17项，对圣经内底摕17项，反倒转来问玛利亚，是现代人伫问玛利亚，吼。我即摆读互恁听，我确定啊，咱今仔日无要唱回应，是因为我圣经内底、圣诗内底要找一个会当下我今仔日讲道找无，所以确定啊吼，会用 YouTube 互咱听迄个歌，啊有英文甲中文的翻译，所以恁会当点点仔听一下吼。伊写吼，开始拢逐句的开始拢 Mary did you know？ 玛利亚你敢知？我毋免直拄仔定即句啦吼，我敢若念迄伊甲玛利亚问啥吼？伊讲玛利亚你敢知？你即个婴仔有一日会行水面，你知影即个故事嘛吼？敢知你知影？你敢知影恁即个囡仔要拯救阮的囝查某囝？你敢因知？伊知影伊来世间要互你得到新的活命。佫讲你敢知？你所生即个囝，后来要拯救你，这是伊言语用甲足趣味的，所以我用言语甲恁说明。生囡仔吼，言语 deliver baby 吼，生囡仔拯救嘛是 deliver， 所以伊用共字问玛利亚讲，即个囡仔，你即个囡仔吼，你生的囡仔，你 deliver 即个囡仔。后日要拯救你，我哪用 deliver 真趣味啦！你就知即个头壳真好吼。佫伊讲，你敢知即个囡仔会互青眉佫看见？即个囡仔会用伊的手平静风甲影。即个囡仔行伫天使捌行过的所在。你敢知影？你当你浸即个囡仔时，你是咧浸上帝的喙皮呢？哦。伊讲玛利亚，你敢知？伊互青眉会当佫看见，臭耳会当佫听见，死人会当佫活，摆骹会当佫行，野狗会佫出声讹落上帝。玛利亚，你敢知？你即个婴仔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？你敢知影？你即个囡仔有一日要统治万国？你敢知影？伊是上帝为着世间人所准备的羊羔。你敢知影？伫你胸前抱即个婴仔，是迄个至权、自然、而然的上帝。伊写即首诗啦。我毋知影伊迄个圣诞节是安怎用，我毋知。伊即首诗写了吼，伊直直想讲哦，伊原来会晓唱歌啦，毋过伊袂晓写歌，伊特别找讲，这首诗哦，敢有人会当甲我写做歌来唱？一直到1991年哦，伊讲伊有一日甲一个朋友合作 Buddy Green， 就是即个伊的朋友，因两个赛车毋知要去佗，伫车底开讲的时 ，Buddy Green 吼，伊会晓弹吉他，佫会晓作曲。因伫讲话中间。Mark Laurie 甲伊讲，我有一首诗呢，我要找人甲我创歌吼，找拢无。Buddy Green 讲，你有法度写法无？伊讲有啊，伊搁车底摕一张纸，伊开始迄张诗写法，将迄首诗交互 Buddy Green。差不多5、6点钟后，Buddy Green 敲电话来讲，我甲你写好啊，你要知影要安怎无？所以因两个人开始吼，将即条歌。Mary did you know 开始唱出来，轰动一时，变做即马圣诞节电台差不多逐年拢有啦。我吼嘛到差不多1991年人伊就写好啊，我到20几年才知影有即条歌。我感觉即个囡仔，互我真感慨即个囡仔。大家看讲这是无路用啊！吼，这贱甲要死吼！后摆无前途的囡仔，上帝用伊啦。这个 Buddy Green 哦，写 Mark Laurie 这首诗写了的时候，伊讲吼，
这首诗是上帝赏赐世间的礼物的一个，是真宝贝的物件。用问玛利亚，你知影你会拄着这个代志？你知影你的囡仔是遮尔伟大的囡仔无？这我今仔日要用这台。顶礼拜我讲约瑟的代志，我有甲恁讲马太写真侪关于约瑟。圣经内底敢若两个圣诞节故事来听，一个是马太，一个是路加。马太拢写约瑟的代志较侪，较朴实；路加写玛利亚较各样的，这无共款。我会记得我捌甲恁讲，路加毋捌拄着耶稣，所以路加所有路加内底的物件，拢总是去找出来。伊有哪能去调查？其实伊家己嘛有安尼讲。我今仔日会读足侪位的圣经哦。伫路加第1章第1节到第4节，路加要写迄个路加福音段会敢若序论共款哦。伊写路加福音段是要互一个人做提奥菲罗读哦。所以我读互恁听第1节到第4节，伊讲所尊敬的提奥菲罗先生，伫阮中间所发生的代志，已经有真侪人整理佮编写。这个代志是照遐个对起头就亲目看见的人，甲传道的人所传授互阮的。这个隆重的代志，我有对头到尾详细查考。才想讲，着为着你照顺序写出来，互你通明白所学习的道理是确实。路加嘛家己讲，伊毋捌拄着耶稣，伊拢去收集资料，写这个福音段。伊开始当然写耶稣出世的代志，咱拢知影路加耶稣出世的代志，咱拢真熟各样的逐项吼。但咱今仔日读这2站圣经哦，拢甲玛利亚有关系。一个是天使去找玛利亚，甲伊讲伊伫要在世女要生囝。这个代志吼，干那玛利亚知尔，边仔拢无人嘛。所以是either是路加有去对玛利亚听，因玛利亚话偌久我毋知，无人知。有可能伊对玛利亚听。有可能是对听到玛利亚讲的人听的，这是可能性真大。这是敢若玛利亚甲天使，所以是一定伊家己讲的。若毋是甲路加讲，就是讲互人听。我较顶下会好讲到这项代志吼。但佫一项，照犹太人婴仔出世第8日，拢带去。查甫婴仔带去圣殿，伫遐行割礼，因伫遐拄着一个先知，叫做西面。即个西面，甲玛利亚讲吼，你即个婴仔吼，要互人兴起，也要互人跋倒，要成做人攻击的对象。例如，这吼，我做牧师吼，我讲你甲想安尼。玛利亚对西面所讲这话哦，一定印象足深的。伊西面佫甲玛利亚讲：你你的心得要互来剑甲你插透过。我相信玛利亚一定会记这个代志。假使恁带一个恁的妈咪来遮，要互我甲恁领洗礼吼，我甲你讲，你西面讲这话，你会记的袂？你一定会骂我骂到毋知要到倒位去啊！恁一定会记的。我抱囡仔要去互牧师领洗礼，牧师了讲阮囝会互人跋倒会安怎安尼？佫讲做有剑要互我插我的心，一定会记的。这是玛利亚真切身的经验呢吼。但我要来甲咱三个想，咱伫迄个头一个咱读的圣经，天使去找玛利亚的时，玛利亚听到讲伊要怀孕生囝，伊讲伊惊着，戆惊着，这当然的代志。
玛利亚开始嘛毋信，讲我无结婚啊，要哪生囝？天使甲伊讲，信是要互你生囝。搁去天使甲玛利亚讲，你毋免惊，你所生即个是对圣神来的。啊，即个囡仔吼，即个囡仔，伊要做大，啊，伊要称做至权的囝，至权的就是上帝啦，要称作上帝的囝。啊，上帝要将大笔的王位互伊，啊，伊的国要到代代无穷尽，真正面敢毋是？天使叫伊讲毋免惊，你即个囝是会当遮尔发展，甲西面讲的无啥共款哦。伊甲伊讲，即个囝是真正面啦，哦。咱拄仔我读互恁听，马 Glory 写玛利亚你兼知，所问的嘛拢真正面的代志，敢毋是？啊，玛利亚听到了，伊甲天使讲一句话，伊讲吼，第38节，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，伫我的心上实现。即句话吼，真侪人爱用，大家是咧讲玛利亚的顺服。虽望伊天使甲讲即个，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毋过伊听了后，伊讲我是主的你上帝的女婢，愿一切安尼成伫我的身上。因为即句话吼，是描述玛利亚开一张册去互上帝吼，敢若签名尔，顶头无写爱偌济钱，咱册去呢。我是你的女婢，所以你要爱安怎，就你要甲安怎，我拢袂要紧啦，迄个意思嘛。真正的顺服呢，真正的奉献，敢毋是？啊，我读到即个时，我感觉玛利亚，你是知影你即张册据，你安尼黑白签，你是知影你咧讲啥的无？啊，第二个咱读到的，西面甲伊讲，剑要插过你的心。因为即个时阵哦。伊见到西面即个时阵，耶稣会出世哦，啊，伊在线女怀孕生囝，这个代志咱拢知影，详细知影。伫迄个社会真袂当会真方误解，你讲无人要信。约瑟险啊要甲伊废伊的分量的，伊讲即个囡仔会当遐尼正面，遐尼济好代志，事实已经过。开始就无甲人好势啊咧，敢毋是？但搁落去，咱拢知影。顶礼拜咱有讲，搁落去迄个希律要找耶稣，要杀耶稣。天使叫因走去埃及。圣经讲，约瑟透明带因母仔囝走去埃及，啊，伫埃及做难民。天使甲伊讲。伊的国要安怎？要变做代表安那？伊所经验着开始就真无共款啊，敢毋是？咱普通伫圣诞节时所想的，拢足正面的啦。总是我伫遮要甲咱看，西面甲玛利亚讲，是你的心要互一支来剑甲你插过，是伫讲啥？我。要甲咱三个来分享即项，我哪知影讲吼，头一摆的圣诞节，遐个人为着咱，上帝为着咱，当然，遐个人做上帝配角，因嘛真忝呢。我头一项要讲的是吼，约瑟甲玛利亚有经过耶稣出世遐个代志吼，因一定知影。即个囡仔毋是普通的囡仔，是真特别的囡仔。所以因对即个囡仔知影这是上帝特别予因的。我相信因真正真细意。你会记耶稣12岁时去带甲伊的爸母去
去圣殿，因的爸母转来是找无耶稣。路加讲因找3日才找到耶稣。伊伫圣殿甲人伫遐咧谈论圣经。爸母找遐久找无囡仔，找到的是甲伊讲，你太安尼无对我，互阮安尼找。耶稣甲伊应啥？耶稣讲：你敢毋知我爱踮伫我的爸的厝？就你我毋知影你会安怎啦？我若找阮囝找3日吼，找到伊甲我应安尼吼，我大概甲扒落啊！你敢知？我饲你12年啊！你搁伫啥物？你伫倒一个爸？因拢无讲啥呢？因带伊转去家己里。过来吼，耶稣出来传道理了吼，问题才是济，问题才是济。我要读一位圣经，互恁听吼，写是伫马可第3章吼，马可第3章第20节到21节吼，这是耶稣出去传道理医好真侪破病的人，伊转来伊的厝吼，马可安尼写，耶稣转去厝内，有一群人搁聚集活来。耶稣甲门徒说连饭都未顾伫食，伊的亲人听到即个代志，就出来要甲伊阻止，因为因讲伊精神失常。耶稣的厝里的人讲耶稣精神失常，恁厝的人讲耶稣精神失常一寡耶稣的对着怎扣一个，甲耶稣攻击。讲伊会当医鬼，会医病赶鬼，是靠魔鬼的鬼王别西卜的权力。马可搁落去对20节到30节，耶稣甲人说明讲，伊的权能毋是对鬼王来，伊毋是神经失常。伊咧讲遮的是第30节。耶稣的老母甲伊的兄弟来，徛伫外面，找人去叫伊。有一群人坐伫耶稣周围，有人甲伊讲：“你看，你的老母甲你的小弟小妹伫外面要找你。”耶稣应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？”然后伊对坐伫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甲因看，讲：“恁看，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。”实行上帝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。因拢想讲伊精神失常，伊搁倒遐咧讲鬼王无鬼王的代志。因安尼看甲袂使，想要去甲带来。玛利亚即摆嘛甲因做伙去。你会想象，伊遐兄弟甲玛利亚要去带耶稣以前，因的对话圣经无写。咱会当想象，你就知，迄一定真大决心，像即箍要甲带转来袂使。去，人甲伊讲，恁老母甲兄弟伫外口，像是我的老母，像是我的兄弟。你若出一个囝安尼，你会安怎？耶稣无好日子通过呢。伊所做的，伊厝的人袂了解。耶稣嘛真痛苦呢。搁一个所在伫约翰福音段的第7章第3节到第4节。第3节到第4节因为耶稣到这个时阵，约翰写第7章的时，已经遐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啊。因拢伫较南边，伫犹太地。耶稣伫拿撒勒。约翰讲耶稣去加利利境内逐所在，伊无爱去犹太，因为犹太教的领袖找机会要甲伊杀。就是犹太人的大寮济要到，意思是真侪人会去耶路撒冷啦。所以耶稣的兄弟甲伊讲，
讲你着离开遮去犹太，互你的门徒嘛通看你得做的代志。人要出名，袂点点做。既然你得做遮济代志，你着去互世间人看。迄毋是真好的口气，敢毋是？这是伫激耶稣呢。耶稣歹去犹太地，伊的兄弟甲讲：遐祭旗人遐尼济哦，啊，你若要出名，你着爱去遐啦，人毋才会济。伊明明知影遐有人要杀伊的啦兄，因遐小弟安尼甲讲呢。你甲想看觅啊？阮伫淡江的时吼，若迄个足爱出龙头的吼，阮拢讲吼一句话，希望影可能知影。我做爱红毋惊鬼，啊爱水毋惊流鼻水，恁捌听到你讲呀无？哦，你要封神的哦，你着鬼你嘛毋惊。耶稣的小弟对因大兄安尼讲呢。啊，耶稣本身你叫伊安怎？我搁读一则论听，马太第10章第36节，耶稣讲，人的对德是家己家来的人。耶稣讲即落话。你甲想看因迄个家庭，绝对毋是什物奥德家庭很美满，绝对毋是的啦。你甲想玛利亚做老母，看到伊的大囝安尼，看到伊的囡仔小弟对大兄安尼，西面讲你要有剑插你的心，无毋对呢。咱台湾话吼有一句安尼，若感觉活甲真艰苦，就刺插。你捌听即句话吼？玛利亚逐日刺插咧过日呢，迄毋是咧滚笑咧。我咧想讲，伊若活倒转去想讲，伊迄阵甲天使讲，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，伫我的身上实现。伊若想到即句话是讲，啊，我即张支票是写了对啊，毋对？搁一项，你若要讲互检测，你敢捌想到耶稣互人钉十字架时，玛利亚徛伫十字架下骹呢？对拜四暗互人掠去开始，互人规暗互人拍，互人骂，互人呸嘴满。玛利亚毋知有伫边仔看无，我毋知。总无伊嘛知影，伊的囝人安怎咧甲款待，互政府掠去。例如，咱台湾人捌经验，咱的亲情，互人掠去，毋知影伫倒。啊，这互人掠去，向顶十字架。世间敢有比这搁较来的剑插迄个老母的心肝，比亲目看伊的囝吊伫十字架顶？例如，玛利亚吼，有可能无想遮尔济啦，有可能无想遮尔济。总是感谢上帝。耶稣互人钉十字架，伊看到真艰苦，总是伊有看到伊的囝国活，有看到伊的囝国活呢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第14节遐吼，是耶稣上天了后，伊的学生规阵招招咧，伊写讲吼。因入城，爬去因所住迄间厝楼顶的厅，一间大间真侪所在，耶稣学生拢去伫遐。第14，过落去伊讲遐学生的名。第14节，因甲几若个妇人人，嘛有耶稣的老母玛利亚，甲伊的兄弟。例如，到即个时阵吼。到这个时阵，我相信玛利亚我倒转去看的时候，
伊所受遐苦，伊知影为着甚物？伊知影伊所受的苦有价值。上帝互伊过遐尼艰苦过的代志，伊看到伊的囝过活。耶稣圣经讲，耶稣过活了，甲学生住40日，伊出现了足侪人看。圣经无写讲伊出现互因老母看，你想伊敢袂出现互因老母看？我相信会啦。伊伫十字架顶都会晓交代伊的老母，互伊的学生啊，伊过活伊袂去看伊的老母。我毋信，绝对会。玛利亚看见伊的囝过活，搭阁看见伊上天。对，咱阁是用头壳想。假使你我，咱有迄个机会，甲玛利亚、甲耶稣的兄弟，伫迄个所在伫遐底，啊，这代志过了，有过活，甲咱住遐久，啊，伊即马上天。你敢袂真好奇要甲问玛利亚讲？啊，你毋着讲耶稣细汉的代志还听？对12岁到30岁出来传道，你即中间这18年，圣经拢无讲呢。玛利亚逐日甲伊做伙呢。因遐兄弟啊，看到这大兄真看破，有影，毋过逐日甲伊做伙呢。我拄仔讲路加讲哦。伊所列的资料吼，是有看到人传互伊的，伊收集过来。路加迄个时阵要收集，这应该无真困难吧？玛利亚知影偌济，我想伊毋知啦。我拄仔讲，伊伫受苦时，若阁想到等于伊甲天使，伊开迄张支票，敢若签名尔，迄张互上帝，伊敢袂感觉我安尼是对啊？毋对？咱的人生拢有即款无确定的时间，是？保罗吼，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甲第9节，伊写一句话哦，毋是伫讲玛利亚啦。毋过我感觉吼，保罗伫遮所写的吼，要做我即个讲道的结论，可能是上好。保罗写讲吼，因为咱伫活，毋是靠目睭看，是靠信心。这是第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。咱伫活，毋是靠目睭看，是靠信心。啊，第9节，伊讲，咱的目的是要互主欢喜。咱的目的是要互主欢喜。因为我当然我摕第7章甲第9章的一节结做伙做这个结论，我感觉这是上好会当讲玛利亚，敢毋是？伊有影是安尼呢？伊毋知影啥？咱咧问伊，玛利亚你敢知？伊毋知，伊拢毋知。当然，遐歹日子伊嘛毋知。总是伊活咧世间的目的，互上帝欢喜。咱来三个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过玛利亚学习遮尔要紧的功课。人生阮常常拄着真济困难的代志，有时阮感觉孤单，有时阮受苦，毋知甚物理由。通过玛利亚的一生，互阮看出你的好安排。因为耶稣基督出世，阮得到救；因为伊过活，阮有盼望。主，阮为着安尼感谢你。伫阮咧庆祝圣诞节的时，互阮无袂记得你为着阮将独生囝生赐阮，也遮尔济人做伙拍拼，将即个福分传互阮。阮伫你的面前感谢因，求你互阮成做你的器具，
将即个福分甲别人分享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